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原来米烂台语安尼写米烂，华语的专注认真、坚持到底，台语就是米烂。以前米烂读册就是要考到法官，伊为着要喝厝娶某，随真米烂咧做工趁钱。喝厝娶某就是买房娶老婆。若要加强这个米烂的力度，会当讲米死米烂。华语的死心塌地，也则是死缠烂打，都是米死米烂。伊的太太是伊当初死心塌地、米死米烂，才对到手，让伊即摆是真幸福。回头过来讲米烂，米烂趁钱，嘛会当讲拼死趁钱、骨力趁钱、面钱趁钱。若面钱，嘛会当讲面钱钱。伊面钱要争取到机会来表现，就是毋茫头家甲看重看成，毋茫就是希望，栽培提拔就是看成。今仔日的台语字米烂实在真趣味。